大家好，歡迎收睇 News 100，我係今日嘅主播 Mike。先講今日嘅新聞提要：2025立法會日程，密鑼緊鼓迎接換屆，情況點樣？移民生活笑中有淚，小心高薪剪片員騙局，情況點樣？劉俊善7秒55閃耀南京，有望接棒劉翔，詳情點樣？Benz 豪錢散，你走我補償。收睇之前一定要訂閱、讚好、分享俾更加多人知道啦。先同大家睇睇本地新聞。2025年立法會嘅行程表出爐，各位議員們嘅日程可以話係緊湊得嚟，又帶點趣味。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已經拍板，將於2025年12月7號舉行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而呢一屆立法會嘅最後一次會議暫定喺10月22號星期三舉行。但呢個日期可能仲有變奏，因為一切都要睇行政長官是否決定提早終止立法會會期。先講返今年嘅暑假，根據最新安排，立法會喺7月30號開完會之後，將迎來大概5個星期嘅暑假，直至到9月3號復會。5個星期對比過去3年嘅暑假長度，今次可謂暑假速食版。至於10月份嘅重頭戲，當然係政府嘅施政報告。不過，施政報告嘅發表日期以及相關嘅答問會同埋互動交流答問會嘅時間，目前仍係未解之謎，要等政府當局公佈。不過呢一啲重要活動肯定係10月份嘅焦點，屆時議員們可能忙到連茶都唔得閒飲。有趣嘅係，根據立法會條例第6條第3項，行政長官有權喺立法會任期結束之前終止會期，以便順利舉行換屆選舉。所以10月22號最後一次嘅會議係否真係最後，都係睇老闆點樣安排。而11月同埋12月則已經被標註為空白期，唔會安排任何會議，似乎係為換屆選舉讓路。今年嘅立法會日程既有緊湊嘅一面，亦都有小懸念。議員們不僅要揸緊時間完成本屆工作，仲要為即將到來嘅選舉做好準備。至於市民，大家亦都可以開始關注選舉動態，睇下邊一個可以喺第8屆立法會選舉中脫穎而出。下一則消息，移民對於某些人嚟講係一場人生嘅拼圖遊戲，帶住零零碎碎嘅夢想同現實，試圖喺異地重新拼湊出一幅完整嘅畫面。然而，當生活嘅拼圖還未找到正確的位置嘅時候，騙徒卻已經準備好嚟幫你加把手。只不過佢哋嘅目標係讓你嘅口袋變輕，而唔係讓你嘅生活變好。最近喺 Facebook 群組香港人移民英國資訊分享中，有網民匿名發帖提醒大家注意一類高薪厚職嘅招聘廣告。呢一啲廣告通常以高時薪約201至301港幣吸引眼球，職位包括什麼剪片員或者 IT 人，還標榜無需經驗，甚至提供免費培訓。聽起身好似中六合彩咁樣美好，但係唔好高興得太早。呢一個可能係一場精心設計嘅騙局。騙徒嘅套路堪稱教科書級別，佢哋先用高薪同埋低門檻吸引你入局，再通過培訓讓你放下戒心。當你覺得自己終於揾到一份夢想工作，等到你滿心期待嘅第一份薪水嘅時候，佢哋嘅狐狸尾巴就露出嚟啦，要求你先入錢後出糧，理由可以千奇百怪，例如要支付什麼行政費同埋保證金。結果呢，錢一入帳，人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呢一種騙局看似簡單，但係點解仲係有人上當？答案好簡單，因為移民生活本來就唔簡單。初到異地，語言不通、文化差異、揾工困難，呢一啲都讓人感到壓力山大。而騙徒淨係睇準咗呢一顆脆弱又焦慮的心，用一個看似完美嘅機會來填補你嘅不安。所以，如何避免成為呢一啲騙局嘅下一個受害者呢？首先要保持警惕，高薪低要求嘅工作往往係陷阱。其次，唔好輕易相信需要先付錢嘅安排，無論對方理由幾冠冕堂皇。最後，多參加正規招聘會或者尋求當地認可嘅求職平台，唔好輕易相信來路不明嘅廣告。移民生活係一段新旅程，需要時間去適應同埋探索。與其急功近利，不如腳踏實地，一步步拼湊出屬於自己嘅美好畫面。而嗰啲試圖幫你拼圖嘅騙徒，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記住，真正值得擁有嘅東西，從來都不是輕易而得來的。下一則消息，喺2025年南京室內田徑世錦賽男子60米欄決賽中，中國田徑界迎來咗一位新星，21歲嘅劉俊善。
佢以7秒55嘅成績奪得銅牌，成為繼劉翔之後首位喺男子跨欄項目中登上世界大賽領獎台嘅中國選手。呢一位年輕小將嘅表現，簡直讓人忍不住說一句：劉翔接班人可能真係佢啦。當日嘅決賽跑道上，仲出現咗另一位中國選手秦偉博，兩人攜手創造咗中國田徑歷史，首次有2名中國選手同時站在室內世錦賽男子60米欄決賽的起跑線上。雖然秦偉博以7秒72排名第8，但能夠一齊進入決賽已經係一個唔簡單嘅突破。比賽過程中，劉俊善從第3跑道出發，起跑表現雖然唔算突出，但係佢喺欄間技術方面嘅優勢迅速展現，就好似一部加速火箭。佢喺後半段不斷反超對手，最終以第3名衝線。賽後接受訪問時，劉俊善話對自己7秒55嘅成績仲有啲唔太滿意，因為距離佢個人最佳成績7秒47仲有啲距離。不過講真啦，觀眾睇得咁開心，你就唔好太挑剔啦。其實劉俊善早喺今年全國室內田徑大獎賽第4站就已經跑出7秒47，仲攞咗冠軍。呢個成績唔單止係佢今年亞洲最佳，仲只係比飛人劉翔7秒41慢咗少少。外界因此將佢同劉翔聯繫埋一齊，甚至期待佢成為下一個劉翔。不過劉俊善對此相當冷靜，未來嘅事就交俾時間去驗證啦。呢句話聽落好似有幾有哲理，但其實係咪暗示大家慢慢等？劉俊善喺南京嘅表現已經證明咗佢嘅潛力，至於佢會唔會成為下一個劉翔，又或者創造屬於自己嘅傳奇，就睇佢點樣繼續努力啦。而我哋嘅觀眾淨係需要準備好花生同汽水，期待下一場精彩嘅表演就得啦。下一則消息，近日德國豪華汽車品牌 Benz 上咗一場豪氣顯山大戲，引發業界熱議。據報道，Benz 管理層計劃喺4月向員工發信，誠邀約3萬名員工自願離職，並提供相當豐厚嘅遣散費。呢一波操作不禁讓人想問：Benz 你係幾咁想有人走？Benz CEO 康林松表示，呢一次遣散計劃已經同企業職工委員會達成一致，絕不強迫，完全係你情我願。工人委員會呂馬立更係幽默地補充：唔想走嘅可以繼續留，但係想走嘅絕對唔會空手而回。據悉呢一筆遣散費嘅數字相當吸引人，例如一位月薪7.6萬港元，喺公司服務30年嘅中層經理，離職補償高達423萬港元；而一名30多歲、月薪5.1萬元嘅工廠工人，亦都可以獲得約84.6萬元嘅遣散費。咁樣睇，Benz 呢一波送別禮就真係誠意滿滿。但係點解 Benz 突然之間如此闊綽？其實背後原因並不樂觀。Benz 2024財報顯示，全年營業收入同比下降4.5%，毛利率4年嚟首次跌破20%，稅後淨利潤更係大跌28.4%。其中中國市場成咗重災區，銷量同比下降7%，全球跌幅最大。再加上電動車市場競爭激烈，Benz 純電動車型全年交付同比大跌23%，可謂雪上加霜。喺咁樣嘅困境下，Benz 選擇裁員降本增效，似乎亦都無可奈何。不過呢一波遣散計劃嘅豪氣程度都係令人刮目相看。畢竟喺全球經濟壓力下，能夠好聚好散嘅企業並不多見。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請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